各位同工大家好，相信大家都知道大埔宏福苑遭遇到無情火災嘅事件。我哋大家作為助人嘅工作者，我哋往往會關顧人哋感受，但喺面對呢件事上邊，我哋又有冇好好咁關顧自己呢？慈悲心係上天俾我哋嘅禮物，呢個亦都係與生俱來，讓我哋可以見到人哋受苦嘅時候，能夠感同身受，從而關懷別人，甚至伸出援手。大家每日接收唔同嘅災情資訊，可能會有唔同嘅感受，甚至覺得想出力支援災民，但係又深感無力。其實面對大型危機事故嘅時候，自我心靈關顧亦都非常重要。跟住落嚟，我哋會介紹一個叫做4-3-2-1嘅呼吸練習，讓大家可以喺呢段日子入邊學識關顧自己。呢個練習最好可以喺戶外進行，可以係公園，亦都係可以一個你覺得舒服嘅地方，因為我哋可以呼吸新鮮嘅空氣，感受上主俾我哋能夠吸入生命嘅氣息。我哋就一齊試下跟住呢條短片一齊做呢個4-3-2-1嘅練習啊！喺而家呢條短片入邊，你揾唔揾到4種唔同顏色嘅物件？如果有嘅話，係邊4種顏色？喺你而家身處嘅地方，你可唔可以觸摸到3種唔同嘅物品？如果得嘅話，呢啲物品俾你咩感覺？再繼續留意下你身處嘅環境，聽唔聽到2種唔同嘅聲音？如果有嘅話，呢2種係咩聲音呢？最後就係一個動作，可以將你嘅手放喺心口，然後默念：願我平安，願你平安，願眾生平安。呢個練習就係咁樣就完成㗎喇。如果有需要嘅話，大家可以自己再重複去練習，讓自己嘅心靈保持安靜。